别来。上帝之怪，我爱称赞，熊熊而落春夏，吹动的点心心笑脸，夸口我主的名。谦卑的人听伊这行，为了伊做欢喜。但咱大家称赞上帝，伊名就到兴起。所行的事，我目叫做伊拢甲我拄了。抬头看伊照的好气，明白得着见笑。但咱大家做做圣业，着敬畏伊的名。做恩惠，人若敬畏，就无欠亏一件。赛行完了，参加天下，世界特加康康。今那切做无欠好事，何必无欠半项？上帝至高，我爱称赞，逐项拢伫上帝的手术。咱第二首是圣诗485首，主赞愿互相接纳。这个歌词我来读一遍，因为这个歌词非常有意义。咱听我读一遍，大家主斟酌听啦吼。主赞愿互相接纳，亲像你接纳阮，教阮做兄弟姊妹。建立三听无烦，恳求你踮阮中间，赞阮信心坚定，阮拢受完全接纳，实现疼痛人生。咱要三甲彼此接纳，这个歌词是讲，咱无法度用家己的气力彼此接纳，所以求主赞愿。会当互相来接纳。第二节，不动，袂叮当。主求你教阮学习，日常生活中间追求伫人生路途信心、愿望、帮助。主赞愿关心别人。无分本国外邦，无论伫啥款情景，拢得扶持疼痛。第三节，求主接纳改变阮，感动坚定心志，逐日伫现实中间用听实行真理。求主接纳改变阮。感动阮坚定的心志，因为伫现实的中间，有侪侪互咱、互你、互我，无法度伫听的面来完全接纳你所听的人。尊叹你接纳模样得到情愿心福，坐倒领受你赦免，享受伊的快乐。主耶稣基督，伊已经伫十字架顶受苦，赦免咱的罪。所以，伫咱要接纳彼此相接纳的过程中，咱孝念主耶稣伫十字架顶为咱受苦的赦罪功劳，互咱会当真正亲近耶稣来帮助咱，来真正会得到赦免，也会当赦免人。第四节，今日也有侪侪人渴慕得到安慰，期待受尊重接纳，得到面包公义，
今日有侪人，就是包括你，包括我，包括咱每一个人，拢较无得到安慰，拢期待受到尊重甲接纳，拢期待得到弥补甲公义。咱就用新的员工方法，凡事坚持真实，求主圣神来更新，讨棒愿得合一。求主的圣神来更新咱，互咱会当真正得到讨棒，伫主耶稣基督的受苦的内面，互咱会当真正得到赦免，会当真正得到彼此的接纳。咱三甲请琴弹一遍，咱三甲来唱这首诗。又不动，稍等下哈。愿中间赞愿心心坚定，愿拢受完全接纳，心很听他的心。主叫你请愿学习日常生活中间，追求的人生路途信心，恩望帮赞。主在阮关心别人无分，本国外邦，无论伫啥款情境，拢得扶持听从。求主照纳改变阮感动，坚定心志。逐日伫现实中间，应听是行真理。尊他你接纳无益的高情愿心福，最多领受你赦免，永享伊的快乐。今日也有侪人较无得到安慰，期待受尊重接纳，得到弥补公义。用心的眼光方法，凡事坚持真实，求主诚心来更新，讨棒愿得合一。请咱备办心，开始今仔日的礼拜。
请安静，当心来敬拜上帝，奏乐。恁着学老上主，上主的奴仆啊，恁着学老，学老上主的名，愿上主的名受学老，对即时到永远，对日出甲日落的所在，上主的名是应该学老的。三甲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207首，207首，请起立。上帝之光，我称赞上上我路之下，吹龙为点，星星照亮，挂靠我主的名，强逼的人，听见。
即是用许多圣经修订版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被本流彼拉多任内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录音谱。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客应文60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客应文60篇。我若会晓讲人的言语，甚至天使的言语。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我若有够野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仁爱是宽容，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受气，袂爱不义，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仰望，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路来。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当我已经成人，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模无明。我现在只知一部分。安尼信、仰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同心来祈祷。阮伫天lieu的爸，阮的主，阮满心感谢学罗你。阮感谢你奇妙的创造，这个山还袂生出，地甲世界你还袂做成，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感谢你顾惜阮，阁经过平安的一个礼拜。今仔日是主你所想互阮的安息日，阮感谢你的引带，无论伫圣殿内，也是伫山顶、伫厝内，阮拢一做同心来敬拜你。阮学罗你无穷无尽的仁爱。找派主耶稣基督来赎回阮世间人，互阮有仰望，通得到将来的荣耀。虽然疫情也得小，阮恳求你，假使阮常常笑念你的大恩，有信心你的确甲阮同在。阮学罗感谢你的救恩，互阮的言语甲生活一致，通显明阮是你的学生。学主的款式，听人服侍人，亲像服侍主一样。主啊，我要伫你的面前谦卑承认阮的软弱，有时犹豫，常常得罪你，袂记得你的恩惠甲疼痛，有时亲像迷路的羊，无活出你要阮行的款式。我有时看家己比别人较重要，阮享受上帝的祝福，却诚做家己的骄傲。亲爱的主上帝，恳求你伫阮伫救主耶稣基督的恩，赦免阮的罪，开阮的目睭。看见家己的软弱，洗清阮的过失，重新立志来倚靠你。至圣国慈悲的爸爸上帝啊，求你将你的恩惠入入阮的心，互阮明白伫任何的状况，拢有你的旨意。
恳求你帮助阮，会晓在伫你的面的光来活，操练阮的性命，行你的道路，分享你的疼。虽然疫情也伫烧，阮确信你要施恩互阮，活出教业的信心，疼人亲像家己，来荣光你的圣名。阮深深拜咧以上的祈祷，即时阮若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当声吟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18章23到35节。新约马太福音第18章23到35节。所以天国比平人君爱要甲伊的萝卜算数，起头算的时，有带一个欠伊1000銀的来，既然无通行，伊的主人命令着卖伊本身甲伊的某囝，连伊一切所有的来行。迄个萝卜就趴地拜伊，讲：主啊，着宽容我拢要行。萝卜的主人就怜悯来放伊，阁赦免伊的罪。迄个萝卜出去，拄着伊一个共做萝卜的欠伊100个银仔，就掠伊，说伊的头颔棍，讲：你所欠的着还。共做萝卜的拍直求伊，讲：着宽容我要还你。若是伊毋肯，就去甲伊关落监，来听候伊行所欠的，才会当做萝卜的看见即个代志真忧闷，将拢总的事对主人讲明。对安尼，伊的主人调伊来，甲伊讲：歹的萝卜啊，因为你对我求，我就将你所欠的拢赦免。你竟毋着怜悯你共做萝卜的，亲像我怜悯你。伊的主人受气，将伊交代刑中。幸好伊一尽行所欠的，安尼恁逐人无用心赦免恁的兄弟，就我的天父也要安尼宽待恁。请陈牧师讲道，题目是饶赦通往天国的义路。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咱这段经文是讲到赦免，你听到安尼，可能会想讲啊，佫是这套，这哪有可能做会到？确实，赦免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但是咱较会当定定对咱的嘴里来苛刻别人。哎呀，你著原谅伊啦，过去的代志放袂记哩就好啊。你若倚靠主，你一定做会到。但是过去的伤害，敢真正讲放就放会落去？敢是咱的嘴讲就一定做会到？我捌听一个牧师讲，伊细汉的时，因为伊的爸爸真爱啉酒，若食烧酒醉就会拍伊拄开，所以伊自细汉非常怨恨伊的老爸。但是当伊大汉，伊信耶稣，信仰一直讲，咱着爱赦免，咱着爱赦免，所以伊就开始去操练赦免这件代志。有一天，伊的老爸嘛信主啊，就来甲伊回息咧讲：啊，歹势，我细汉伫你细汉的时，我安尼伤害你。这个人伊听了后，伊非常感动，伊感觉讲啊，我伫主耶稣内面的疼，我已经完全放落去啊。所以伊就甲伊爸爸揽调，讲：爸爸，无代志啊，我拢无代志啊。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有一天伊伫甲爸爸讲话，嘛毋知是倒一个点，伊规把火搁起来，讲起以前的代志。伊的爸爸讲：啊，你毋是讲已经原谅我吗？为什么即马要搁提起这件代志？迄当时，伊才发现，原来伊认为的赦免，毋是真正已经赦免。实际上，伊是将即个怨恨嵌伫赦免的即个壳的下面。以前我伫国中有做校园服侍的时，我有接过学校的一个团体，来的拢是一寡需要关心的青少年。有一个真内向的查某囡仔，伊无论天气有偌热，伊拢穿伊的迄个学校的外套，所以我内心咧想，嘛知影讲应该是有啥物款的代志发生。但是当我甲伊的关系哪来哪近我，伊才甲我讲，伊伫学校互同学霸凌，但是伊毋知影要找谁讲，就摕刀啊割家己的手。伊显互我看伊的手，一条一条的痕，显出伊的无助甲伊的怨恨。兄弟姊妹，当咱毋知影别人所受的痛苦，咱就叫人讲你爱去赦免。嘴讲真正是非常简单，
但是咱家己若捌伫迄种真亲密的关系内面，互人反背过、受伤过，咱就知影讲下面毋是喙讲出来遐尔简单。所以伫即种无法度放袂记的，但是咱阁不断提醒家己讲，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爱赦免别人，会安尼一个冲突的内面，咱活到非常的辛苦，并且无真实。但是赦免确实咱爱面对的，爱去解决的，因为赦免毋是讲咱甲咱怨恨的迄个人的关系受到破坏那尔，无法度赦免的迄种苦毒，就亲像菌会生菌的一丛树，这个菌哪生哪深，到尾受伤的是咱家己。但是上帝无爱咱活了遐尔痛苦。所以，咱若看以弗所书第4章30到31节，保罗有讲，也无得互上帝信心忧闷，就是所捌用来勘验恁，到伫赎回日的一切苦毒、怨恨、生气、宣扬、诽谤，甲一切恶毒，拢着对恁的中间除去。咱看见信神上帝。信神上帝看咱活伫迄种苦毒的中间，伊的忧心，伊的烦恼，并且这段经文嘛，互咱另外一个愿望，就是这个苦毒袂永远存在，伊是会无去的，因为咱是互信神看印的，互信神看印，就是咱属伫上帝，无有任何物件会阻挡上帝对咱的祝福，甲互咱的应允。所以伫马太记载内面，嘛有安尼一段，就是讲教会安怎面对犯错，安怎去赦免的问题，就是咱今仔日咱无读到的15节到17节。伊直接讲，说使你的兄弟得罪你，就对去，干那你甲伊伫地时指明伊的毋对，伊若听你，就得着你的兄弟；伊若毋听，就着带一两人三角去。用两三人的喙做干净，逐句话通做冰棍。若毋肯听因，就甲教会讲；若阁毋肯听教会，就着看伊亲像外邦人甲抽象的人一样。所以对安尼经文，互咱知影，即个问题毋是现代教会才有的。赦免无法度赦免安尼问题，伫当时的教会，伫当时信仰的团体，嘛一定面对安尼问题。所以，咱伫教会袂当干那讲一寡真光明的课题，但是咱较暗看即个黑暗，咱较暗看罪的问题。因为咱若无解决面对赦免的问题，咱即个信仰团体是无法度起造，亲像耶稣所讲的，城着起造伫山顶，起造伫山顶是要互人看见。咱若无法度面对安尼问题，咱是要安怎互人看见？咱是要安怎做好的见证？咱是要安怎显出甲即个法利赛人无共款的光出来咧？但是马太伊嘛知影，即种问题无法度用一套的神学来解决，所以伊伫即段圣经伊嘛提出几个原则。第先，教会袂当因为讲咱是讲听的团体。所以，咱对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咱永远罪的存在。搁来，若有人得罪你，你爱私底下去找伊对话，避免因仔话会发生，嘛，互即个犯罪的人有机会会当悔改。伊若毋听，就搁找两三个人去甲伊谈。这毋是新的理论，毋是耶稣发明的。这是旧约《申命记》的安尼记载。最后，即个人若讲你带两三个人去找伊讲，因嘛拢毋听，就看即个人无法度佫留伫即个信仰团体内面。所以，这互咱看出讲，即个原则毋是要互人歹看，毋是要将人赶出即个信仰团体，是为着要挽回，为着要挽回即个犯错的兄弟姊妹。所以一再互因机会，若会当安尼做，真正是非常好。但是咱会当做到甚物款的地步，
才算是真正的赦免，真正完全的赦免咧。啊，若迄个得罪我的人，一再软土深骨咧。所以咱看见彼得嘛问问题啊，伊讲：主啊，我的兄弟得罪我赦免伊着几摆？着7摆吗？伫犹太律比因的讨论，犹太教因的讨论，话讲你会当赦免人3摆，有的人讲你爱赦免人7摆，但是7摆嘛有几种无共款的版本。话讲你7摆你是赦免共一个人，会当赦免伊7摆。嘛有人讲，你每工会当赦免伊上济7摆，但是无论是倒一种的版本，互咱看出，这个理论拢将赦免这件代志简化做一个公式，敢若是一个数学公式。但是咱嘛有迄种危险哦，有当时啊，咱会将耶稣回答彼得的话，耶稣安怎回答彼得？耶稣讲：我无甲你讲着到7摆，就是到70个7摆。所以有的人讲，耶稣这是讲77届，嘛有人讲耶稣这是讲490届。但是咱若是将耶稣的回答看做77届，也是490届，这嘛是将赦免看做是一个会当计算的公式。但是兄弟姊妹，赦免绝对毋是一个数学公式，就亲像咱定定会甲人讲，你若信靠上帝，你搁较侪祈祷，你就一定会当放袂记哩。当你讲出即句话，这就是一个公式，就是有信仰加上祈祷等于赦免。但是耶稣毋是安尼意思。耶稣无提供一套神学的标准来解决这个赦免的问题，因为伊知影咱太软弱啊，毋是物件套入去就做会到。所以伫耶稣接续落来比喻，咱会当看见赦免绝对毋是一个公式，伊是一个果子。因为果子的养成，一丛树啊，你要互伊生出果子，你是需要过程的。伊是需要成长的，伊是需要养分的。同款，赦免嘛是需要时间的，是咱爱成长甲做会到的。咱来看旧约的一个例，就是迄个互阿兄卖去埃及的约瑟。当约瑟伊后来伫埃及做到宰相，当伊看见迄个来到伊的面前买牛食的遐阿兄，伊毋是一开始就赦免这阿兄。所以，这嘛互咱知影讲，咱莫想讲代志过几十年，咱就会当放袂记哩。咱看见安尼怨恨一直伫约瑟的内心，若无伊就毋免遐尼济届试验这兄弟，甚至用假冒侮辱伊阿兄。但是，咱看见伫即个过程的内面，约瑟伊看见伊兄弟的改变，伊嘛看见上帝旨意。所以，伊知影讲上帝带伊到埃及，虽然是阿兄用无好的假冒，但是上帝用安尼来保存因全家的性命，互因袂抵到夭死。所以，当约瑟明白伊的阿兄改变啊，当约瑟明白是上帝旨意，伫创世纪45章安尼讲，就是约瑟伊拍伫伊的小弟便雅悯的颔棍体口。便雅悯也伫伊的颔棍体口，伊甲伊的正兄弟金喙抱阴体口。咱看见一个受伤遐尔侪年的少年人，伊到中年的时，才做到完全的赦免。这时间有长无？真长。所以咱看见伊伫遮放声，伫遮大哭，这个哭出伊侪年的怨恨。哭出伊侪年以来无法度解决的疑问，所以兄弟姊妹，赦免绝对毋是一个公式，毋是数学的问题。赦免是咱爱学习的目标，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伊需要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爱偌久咧？这甲这个当事者伊所受的痛苦有偌深有关系。所以，咱徛伫边仔的人，咱嘛毋免替因着急，嘛毋免加讲话，
咱替因祈祷，求圣神会当运行，求圣神伫因的内面做医治的工课。但是，咱若是屈伫即个无法度赦免内面的即个痛苦的人咧，咱嘛爱尽量缩短迄个受伤的时间甲过程，因为他拄以弗所书迄段经文，互咱看见，上帝看见咱屈伫即个苦毒的内面的时，上帝的烦恼，上帝的忧伤。所以，咱来看耶稣即个譬喻，即个譬喻咱拢真熟，耶稣嘛讲了真明。所以无啥物特别需要解说的所在，但是咱若对即个欠国王千万银，伫华语的圣经是讲10000他连得，会安尼一个萝卜，甲欠即个人100个银仔的同伴，因两个人所欠的钱，会当看出一个天甲一个地的差别。千万银10000他连得，即个钱有偌济咧？这根本是一个天文数字。迄当时一个人的工资一工是一个银仔，所以即个人差不多爱无食无啉16万年，伊才会当形成16万年哦。但是伊的同伴欠伊100个银仔咧，差不多是3个月的工资。所以咱来比较10万人年甲即个3个月比起来，根本是无法度来比较的。当迄时，若欠人钱还袂出来的，即个债主有权会当将欠钱的人送去监狱，直到伊将所有的钱来还清楚。但是，即个欠国王天文数字永远无法度还会了的萝卜，伊较无法度去怜悯赦免迄个敢若欠伊1点仔的同伴。所以结局是啥？其他的人看无落去啊，真生气，去甲国王报告。国王将即个萝卜掠过来，讲：歹的萝卜啊！因为你对我求，我就将你所欠我的拢赦免。你敢毋着怜悯你当做萝卜的，亲像我怜悯你吗？伫这段经文中间有出现“算小”这个字，“算小”这个字不但是用伫商业，嘛用伫关系的内面。所以其实耶稣总讲即个譬喻，毋是讲金钱，是伫讲咱甲别人的关系，是伫讲咱甲上帝的关系。兄弟姊妹，咱对上帝遐领受活命，原本咱应该过一个荣光上帝的生活，但是咱知影咱拢失败啊。伫罗马书第3章23节有讲，众人已经犯罪，上帝荣光得无着，所以咱拢犯罪。咱拢亲像迄个亏欠国王的迄个萝卜，咱欠上帝已经是还袂了，是无可能还的。你讲无呢？我是一个好人，我无做啥物歹代志，应该我无欠遐尼多吧？但是罪毋若是指外在行为的罪，咱内心的恶毒是咱家己上清楚的。咱嘛来想耶稣互咱对咱的牺牲就好啊。耶稣互拍、互骂、互配喙烂。并且佫用铁钉仔钉伫十字架顶，疼甲讲袂出话。伊嘛袂当马上死，伊是伫遐互日头晒几啊点钟，甲断开。迄支十字架，迄几支钉仔，敢会当屈束伊？敢会当限制伊咧？无法度。但是耶稣伊放弃伊专领上帝的权力，伊选择甘心受苦。为着就是要完成救赎人类的计划，所以兄弟姊妹，你敢行得起？除非你用你的性命钉伫十字架，甲耶稣同款的方法来行伊为着咱所做安尼牺牲。但是耶稣无爱咱即口气的性命来行，伊爱是咱用咱一生，用咱的全人来回应伊的恩典。因为咱亏欠上帝，所以这嘛影响咱甲别人的关系。当咱已经将别人对咱的亏欠已经藏伫咱的心内，这就好亲像伫即个譬喻内面，迄个萝卜抽掉伊同伴的衫，扯伊的阿妈棍。同款，当咱选择毋肯放家己煞，
亲像咱家己嘛切咱的阿妈棍，咱过一个得要无愧的生活。兄弟姊妹，你敢有听见头拄仔我所讲的“选择”这两个字？上帝会当制裁人的罪，但是伊选择用疼来感动咱的心，所以咱嘛会当选择，无搁互怨恨捆绑，活出一个透放的生命。有一个真趣味的故事，就是去非洲传福音的史怀哲，伊是安怎教这非洲人赦免这件代志？伊讲，若有一个人拢看伊是歹人的人，真无客气，伫骂你、伫侮辱你的时，但是因为耶稣讲爱赦免，所以你就静静无出声。当你的厝边的羊偷食你的金蕉，你去请你的厝边补偿你的损失，你的厝边若反对，你爱静静离开。早起时，你托人赶10罐的金蕉去市场卖，伊转来敢若交互你9罐金蕉的钱，并且伊坚持你敢若互伊9罐的金蕉，你得要挡袂牢啊！伫你要骂伊白贼的进前，请你先想看卖，你有偌济稳重的歹，但是上帝拢赦免你啊！当你要去起火，发现你昨错落来的茶互偷摕，你爱搁一摆忍落来，虽然你知影讲是谁偷摕。下晡当你休困的时，发现你新的菜刀互调包，留落来是一支有气角的旧的刀。当迄时你已经算算的，你已经赦免人已经4摆啊，但是你嘛就爱搁赦免伊1摆吧。到伫暗时，你要去掠鱼，搁发现你的火把无去啊！你非常生气，想讲我今仔日已经赦免有够额吧？但是你爱互耶稣伫你的内心做主，你紧去甲人借火把来用。当你举着即个火把行到河边，发现你的船仔嘛无去啊！一定是有人甲你的船仔你的船仔去掠鱼。你真正是生气挡袂牢啊！你想讲等迄个人转来，你要将伊捡去迄个头目遐头目，并且将伊掠过来鱼拢总抢过来。但是当你徛伫岸边伫遐听候的时，你内心有一个真微细的声音甲你讲，毋通抢伊的鱼。我相信即个摕你的船去掠鱼的人，伊若转来看到你的反应，伊一定会惊一条，有可能嘛会将鱼仔送互你。所以你就会当快快乐乐转去你的厝，因为你今仔日已经做摆赦免别人。但是，若耶稣来到你的厝，你内心嘛无想讲耶稣会因为安尼称赞你，因为耶稣会亲像对彼得讲话同款对你讲：你爱一再赦免。因为我嘛是安尼，在赦免你罪的罪。这个史怀哲伊到非洲去教这个非洲人安怎赦免，这是一个农业社会的一个生活的款式的赦免。伊教这个信徒安怎选，安怎面对。你会当选择赦免，你嘛会当选择怨恨，也是报复。我想这个故事真趣味，虽然咱毋是活伫这种农业的社会内面，但是这对咱现代人嘛是一个提醒，就是讲咱要安怎来选择咱所面对的问题。咱是毋是会当想看觅，上帝已经选择赦免咱，我敢会当做另外一种选择，就是过一个亲像伊的生命，我选择用赦免来面对别人对我的歹款待。这段经文伫路加福音有另外一种的讲法。耶稣伫遐讲，恁着家己谨慎，若恁的兄弟犯罪，着责备伊；伊若反悔，着赦免伊；若伊一日得罪你7摆，也7摆活转甲你讲，我反悔啦，你就着赦免伊。耶稣讲完这句了后，学生就对耶稣讲：加添阮的信。主就讲：恁若有信，亲像一粒的芥菜籽，就命令这丛桑菜树讲：
陪你的军去栽伫海里，伊也要顺谈你。用路加福音、甲马太福音，咱所读的即个譬如来比较，就会当知影。虽然耶稣讲，恁伫面对下面的问题时，爱先看卖，先想看卖上帝是安怎选择，安尼恁就有气力会当去做出同款的选择。但是这嘛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咱是人啊，咱毋是神呢。所以学生听到，伊嘛知影这是有困难度的。所以因求耶稣赏赐互因信心，会当去赦免得罪因的人。耶稣嘛无否认讲这是有困难度的，但是耶稣应允啥？你只要有一点点仔的信心，你的信心亲像挂菜种，会种子哈尔啊细哈尔啊细，但是因为种子有生命力，种子会生长，种子会扩展成做一丛树，甚至伊会扩大到。将即个大丛的桑材树嘛刻到海里面，海内面。所以耶稣用安尼的话来勉励伊的学生，信心伫下面即件代志顶面，是会帮助咱成长，会当帮助咱去排除所有的困难。这互我嘛想到一个旧约故事，伫顶礼拜咱有讲到，伫山顶摩西。耶稣、甲摩西、甲以利亚三个伫遐讲话，咱拢知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因为伊行真侪的神业，是一个真厉害的人物。但是我毋知影讲，咱敢知影，伊嘛捌互苦毒、怨愤阻挡到伊无法度行出来。这咱会当转去看《列王记》上卷18章到19章的记载。以利亚先知伫遐，伊苦劝当时的国王亚哈王，讲：你着要悔改，你着要归向上帝。但是即个亚哈国王，伊安怎就是毋听？虽然了后，以利亚伊嘛一个人镇压迄个拜巴力的假先知450人，但是当伊听到即个风声亚西别放风声要杀死伊了后，以利亚惊甲逃走。甚至伊用一个受害者的心态，甲上帝讲：打煞啦，上主啊，求你赐我的性命，因为我无比我的列祖较赢。伊甲上帝讲：够了，上帝够了，求你现在把我的命除去吧。咱看见受害者的心态跑出来了，但是上帝无讲话，上帝互伊物件食，叫伊休困，然后伊阁起来行40天。但是伊起来行40天，伊的心嘛无因为安尼得到医治，伊密伫伫个山洞，密起来，密伫遐继续苦毒、怨愤伫伤害家己。但是上帝出手，上帝问伊讲：以利亚，你伫遮创啥？上帝知影，当然知影伊伫遐创啥。但是上帝爱伊去面对家己的心。但是以利亚受害者的心态，搁一摆出现，伊回答讲：我为着上主万军的上帝大热心，因为以色列人放杀你的约，毁坏你遐的坛，因倒杀你遐的先知，只有剩我一人，因要孝顺我的性命要处伊。被害者的心态，主啊，只剩我一个人，只有我为你忠心。上帝无用话来反驳伊，甲伊辩驳。上帝叫伊出来看，看见啥？大风、山崩、石头离开，地动大火伫遐发生。然后以利亚听见上帝的声，问伊讲：以利亚，你伫遮创啥物？以利亚继续偷拍，将他对的话继续搁讲一届。上帝啊，敢若剩我一个人。伊想讲，上帝一定会甲伊抱咧、揽咧、甲伊笑笑的。学了讲，真正只有你是我忠心的奴仆。但是上帝无，上帝竟然是交予伊一个新的任务呢。但是伫交予伊新的任务进前，上帝加添伊的信心。上帝安怎甲伊讲？总是我伫以色列中间留7000人，伊的头壳有袂捌跪拜力，因的喙袂捌针伊。上帝甲伊讲，毋是你一人，伫以色列中间也有7000个人是忠心持守信仰的。你毋是孤单的，去吧，继续去做我交代你的任务。
咱看见连以利亚呢，先知呢，足厉害的先知呢，伊捌受过安尼的苦毒，伊无法度赦免亚哈王，伊无法度赦免亚西别，伊无法度赦免家己，甚至即个苦毒嘛，互即个以利亚开始对上帝来发怨言，我是为着你呢。但是咱看见上帝怜悯伊。上帝救援伊，上帝供应伊的需要，互伊食饱困饱，然后加添伊信心。当以利亚伊的肉体得到休困，伊的理性上知影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伊的信心顶面嘛知影要有7000个人甲伊共款。咱看见以利亚继续勇敢做主的先知，伊规个人互上帝修理好势啊！兄弟姊妹。苦毒伤害，毋是上帝造成的，所以咱毋免对上帝生气。上帝若挖困咱，要医治咱的时，咱嘛毋通拒绝讲，你毋通磕我的伤口，我的空喙。亲像咱若受伤去看医生，即个空喙佫安怎疼，佫安怎敏感，咱嘛一定会互医生棍碗来摸咱的空喙，医治咱的空喙。只有安尼，才会当得到治疗。亲像即个游门到米伫山洞的即个以利亚，当伊愿意行出即个山洞，伊才有可能互主医治。伊若继续佫米伫内面，伫遐怨天怨地，就无有以后才会记载。但是因为上帝加添伊信心，所以后来虽然伊面对佫较大的攻击，但是以利亚无佫互苦毒来行过啊。所以，伊成做先知的代表。今仔日耶稣所讲的这个譬喻，就是将一个新的国度展现伫咱的面前。伫这个国度的内面，咱看见慈悲、怜悯、拯救的疼，就是咱遮的新的国民，这个生活伫这个新的国度，而且新的国民应该有的生活的标准。第35节，耶稣有结论讲：安尼，恁逐人无用心赦免恁的兄弟，就我的天父也要安尼款待恁。用心是真正对咱的心发出来，毋是嘴讲我原谅你，毋是表面讲我甲你真好，是诚心实意的赦免，是真正的赦免。嘛，亲像咱每礼拜伫用主祷文伫祈祷讲。赦免阮的辜负，嘛亲像阮有赦免辜负阮的人。赦免绝对毋是一条简单容易行的道路，但是赦免会当互咱体会上帝的心意。赦免是一条行往天国的义路。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恳求你帮助阮，当阮内心想起迄个阮无法度赦免的人的时。主，阮内心的苦毒不断地插怨，不断地苦毒阮。阮的内心无法度行出迄个怨恨。虽然阮外表的生活甲以前差不多，但是只有阮知影，只有你知影阮内心的痛苦。主，恳求你会当帮助阮。当阮今仔日看见你所讲的即个譬喻，即个已经欠国王无法度还的即个罪、即个罪的即个人。伊欠国王的钱已经无法度还，但是国王拢赦免伊。主啊，阮哪有啥物权力会当去阮哪有啥物款的权力继续来苦毒阮家己，继续来扣分即个对台湾的人咧？主，阮恳求你帮助阮，想诉阮气力。阮知影靠阮家己绝对无法度做到，即个苦毒的画面不断出现伫阮的头壳内，总是主，阮恳求你加添互阮信心。虽然阮的信心亲像是挂菜籽遐尔啊细，但是恳求你赏赐阮即个信心，互阮会当倚靠你。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来读2遍。因为你若赦免人的过失，
恁的天父也要赦免恁。马太福音6章14节。因为恁若赦免人的过失，恁的天父也要赦免恁。马太福音6章14节。三甲日的吟圣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485首，485首。请记得。主张阮互相接纳，亲像你接纳阮，甲阮做兄弟姊妹，建立三听无怨。阮求你点阮中间赞我，信心坚定，愿拢受完全接纳，实现听通人生。主求你教阮学习日常生活中间，你求伫人生路途信心仰望帮赞。主张阮关心别人无分，阮国外邦无论，伫社款情境拢得负起听头。求主接纳改变阮感动，坚定心志，大日伫实现中间因听实行真理，尊叹你接纳无有的高真愿心抱，这多领受你赦免，享受伫你快乐。今日也有最多人较无得到安慰，受尊重接纳得到弥补公义，用心的眼光宏观凡事坚持真实，求主诚心来敬事，透风愿的和平。请坐。奉献，请王总会长老、杨义祥长老、扎新长老、徐同庆执事、吴慧芳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
请坐。消息报告：第3点，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中职读书会，2点要召开中职会，请中职参加。第4点，今仔日下晡3点要召开建堂委员会，请各组组长甲顾问参加。第5点，本教会退休会因为疫情的关系延期举办，退费的部分请随干事。第6点，上年大学定8月19日拜五上午10点要举行返校日活动。第8点，为避免资源的浪费，教会要赠送会友的月历彩登记纸，1户1份，请伫9月25日进前，伫1楼的公布栏也是甲教会登记。小组甲牧区。第2点，单一里牧区定10月18日拜四的暗时7点半，要邀请轮椅导游黄心怡姊妹来分享轮椅上的祝福，欢迎兄姐邀请福音朋友来参加。集体的关怀。第2点，千里儿牧师娘也是徐光川的牧师娘，7月28日蒙渡运调，定8月20日下晡3点要伫台南看世界教会举办个别礼拜，请为遗族祈祷。第4点，徐庆宪牧师讲8月7日蒙主运调，定9月17日拜六上午10点要伫本教会举行个别礼拜，礼拜后要举行安葬礼拜，请兄姐为着遗族祈祷。奉献部分若有订单，请向中职敬赠。周间聚会甲后礼拜圣工负责的，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先来欢迎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朋友詹其成，詹其成兄弟，欢迎你站起来，欢迎。嘿，好，请坐。咱请咱礼拜做准备礼物送互伊。好，咱即时咱有几点报告，就是真遗憾就是咱的退休会，咱因为即个疫情故淡薄仔起来所以咱惊讲真侪兄弟姊妹会惊，所以咱就延期所以毋茫讲咱会当找一个搁较好的时间会当来举办。搁来咱伫拜四，搁来拜四，咱要请一位黄心怡姐妹这咱敢有印象？咱若定定看电视，兄弟姊妹一定有印象，有一个你迄个牙膏去迄个牙膏的品牌，有一个广告，就是一个坐轮椅的导游。我毋知咱有印象无？因为我看即个广告的时候，我感觉即个人哪遐尔积极所以我落去查伊的资料。原来伊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轮椅的导游。所以咱即届伫单一里牧区有邀请伊伫拜四来做即个见证的分享，嘛欢迎咱的兄弟姊妹会当邀请咱的福音的朋友，会当伫即时咱会当来参加。因为我相信对即个人伊的人生安怎因为主耶稣得到改变这当对咱嘛会当得到真大的祝福。所以咱伫遮咱嘛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大心，咱为着失去亲人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为着徐光川牧师娘伊的过身伫即个拜六，咱教会嘛有几啊位的代表会落去参加即个个别礼拜，咱嘛恳求主来安慰。咱嘛为着庆献牧师讲，伊伫昨嘛举行一念礼拜，咱嘛为着继续落来，而且个别式也是遮个家族为恳求主也保守因来安慰因。咱嘛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宣教师，为着建堂事工，为着华人姊妹圣心，为着较紧的兄弟姊妹，咱陆续嘛有兄弟姊妹伫较紧的中间，恳求主会当医治。咱嘛为着大院的集体詹美容姐妹来祈祷，嘛为着身躯欠安的民主姐、阿卡姐、赵雄兄、神武执事、来富姐、慧玲姐、俊成兄、秋菊姐、秋玉姐。应轩、钟贵兄、秀恩姐、志金姐、铁雄兄、张老师、米霞姐、米兰姐、邓妈妈、龚基姐、陈其雄长老、阿秀姐、怡丽、素梅姐、方梅姐、谢丁兄、明理姐、谢平兄、阿菊姐、郭元兄、东龙兄、丽珍、佑庄兄、李雀老师，互咱开喙，为着遮个事，为着咱的集体来祈祷，咱开喙来祈祷。为着
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主你医治帮咱，互因紧紧来恢复健康。主伫大院的，伫身躯欠安的，失去亲人的，主阮用恳求主你赏赐你安慰的心，你医治的心伫因的中间。阮也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恳求你帮助阮的教会，伫做事工的进行，伫面对现代的挑战，伫面对阮的宣告顶面的挑战，主啊，恳求你就享受阮智慧当心，会当来度过。主，阮也为着阮建两个事工祈祷，恳求你保守阮建两个事工，互兄弟姊妹当同心合意。主，阮也要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主恳求你保守阮的世界，保守阮的台湾的安全，也互做伫各地宣告的宣教师，互因有平安。也互因的姊妹、较近的兄弟姊妹，困过主你来看顾，主恳求你因全保守。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诚做集体，彼此代祷。主，阮愿意降服伫主耶稣你的引带下面，当阮对你遮领受恩典，阮就知阮爱彼此用代祷来扶持阮的集体、阮的教会。主，阮将集体交伫主你的手里，无论伫病院的、伫厝里疗养的，也是确诊伫厝里的，主恳求你拢保守因，互因恢复健康，也保守因的心会当有平安。我嘛为着怀孕的姊妹，也是伫失去亲人的这兄弟姊妹来祈祷，主拢恳求你来看顾因，保守因。也为着阮的世界，为着台湾来祈祷。阮看见世界有真侪战争，也是天灾意外的发生。伫台湾，阮嘛有安全台海安全的问题。主，阮恳求你拢保守，互阮兄弟姊妹会当做伙为着这个事来祈祷。阮也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无论是阮的建堂，也是阮遮种种的事工，恳求主你拢来引带看顾，保守阮，赏赐阮智慧。特别阮知教会安怎面对现代的社会，也是疫情了后的安尼冲击，阮安怎宣告，阮安怎教育。主，阮恳求你拢赏赐互阮众兄弟姊妹有智慧来面对安尼的问题。主，阮为着阮未来新的一个礼拜来祈祷，主恳求主你就引带阮，赏赐互阮对你来的平安，也互阮所行所讲，拢会当合伫主你的欢喜。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来吟圣诗397首，397首。吟诗后，请弹幕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请坐。